規劃其實係一個好實際嘅，亦都係一個隨住時代去適應嘅嘢咯。即係我希望學完之後，我嘅學生唔係淨係呢時呢一刻喺做一個決定，而係為佢自己可以更加有目標、有理想咁樣為佢自己嘅將來負責咯。生涯規劃就係關於人嘅一個服務啦。咁其實真係要一啲嘢係真係落到地，先可以令到我哋喺我哋個人生上面可以實踐到同埋用到出嚟咯。係好生活化啦，亦都同我哋好息息相關嘅。老師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係好用心去教導嘅。其實佢真係好想將呢個生涯規劃嘅傳承開去。咁我哋可能喺實習上邊啊，或者好多嘢，我哋遇到好多挫折或者唔識，咁佢哋好用心去教導我哋。其實呢個我哋都知道係一個國際性嘅一個 course 嚟嘅，亦都係國際性嘅認證啦。咁其實本身好多時候國際性嘅嘢未必同香港嘅一個本地文化所結合得到。導師啦，其實都好花心機去點樣將呢個國際認證嘅國際嘅層面啦，同呢個香港嘅呢個社會啦去連接得到。自己最大感受係喺生命之輪嗰個環節，因為發現下我自己人生唔同嘅範疇入邊，都會有唔同嘅比分。咁呢樣嘢都令到我去同我身邊嘅人去了解更多佢哋而家係處於咩位置啦，令到我同人嘅聯繫更加之深。其實可能生涯規劃係一個好唔係咁容易理解嘅課題，但係當你接觸唔同工具嘅時候，你知啊，原來有呢啲嘢可以幫助到人哋更加了解到乜嘢先。有好多好有系統嘅理論去實學，咁跟住亦都會有一啲工具去俾我哋去使用啦，去幫助嗰個受助者，同埋有好多實際演練嘅時候，咁可以俾我即係有實戰嘅經驗。值得推薦嘅，因為咧你唔係上一個 course， 你唔係齋聽咯，會俾人感覺你齋聽，你可以有個參與咧，有互動咯。我都覺得呢個課前嘅好多互動，跟住好多機會俾我哋去檢視自